大家好，我係 Bamba。每一次我嘅出現都帶住好多嘅社會情況，而最近我睇咗一套劇集叫做《正義女神》，其中有一集呢，俾我好大嘅感觸，係講霸凌。學校有兩個女生去欺負一個女同學，短短嘅一個鐘，佢俾我好多嘅感受。其實霸凌事件嚟講呢，喺我嗰代已經出現，而我亦都係經常遇到。而去到我做嘢嘅時候，我去工作，無論我工作喺工廠啦，喺做麵包啦，去做酒店侍應啦，甚至乎喺護士，我都遇到呢啲霸凌事件。可能我樣衰，把口又唔識講嘅話，但係我都幸好我自己 EQ 高，唔死得。但係我知道有好多人唔單止受住霸凌嘅影響，佢有抑鬱病，甚至乎有啲年青人會自殺添。其實霸凌事件越演越烈，已經唔再係咧打交鬥氣，其實佢係影響到一個嘅家庭。我知道處理霸凌事件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，但係唔可以讓佢肆無忌憚咁樣去發生，否則佢引發到嘅問題，我哋估唔到嘅。希望大家會留意。